窮人注定一世捱窮，做富翁一定位高權重。做窮人抑或做富翁，係靠雙手聽命運，定係社會資源分唔穩？窮富翁大作戰，今集主角係名流周啟邦嘅仔周國峰 Brandon。爸爸一向都話想我讀法律，佢覺得你學識咗法律之後呢，即係對你日後你再想做任何工作啊，或者做人啊，即係都有好大嘅幫助嘅。Brandon 喺英國讀法律，畢業之後返香港做大律師。身為80後，有物業有事業，擁有唔少年青人追求嘅理想生活。咁我父母即係算係一個知名人士嘅，咁啊變到我都會有人認識。細個啲同學即係對我嘅唔公平嘅標籤啦，以前可能有叫我做二世祖啊、有錢仔啊咁樣，可能其實都係個仇富嘅現象咯。面對社會貧富兩極化，喺節目入面 Brandon 會體驗低收入、低學歷嘅80後點樣掙扎向上。對於我嚟講咧，係一個最大嘅挑戰同埋一個平反咯。Winston， 我亦都想俾我仔睇到咁啊，其實你爸爸都捱過㗎，都試過㗎咁樣，即係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咁樣。Yes。究竟 Brandon 冇父母庇蔭底下，要靠自己努力，能唔能夠打破年青人難以向上流動嘅困局？你好，我係社工 Phoebe，咁介紹你識先阿坤。你好，坤。Hello，係啦 Brandon。Hello。咁呢幾日咧，你就會喺屋企住嘅。咁希望你能夠同佢傾偈，了解多少少咁啦。咁其實之前咧，佢就係會考0分，做咗8年嘅。咁然之後咧，而家又兜兜轉轉讀翻副學士啦。咁無論可能係揾工方面啦，甚至乎咧，可能去進修嘅時候咧，其實都遇到一啲困難喺度嘅。就有啲生活費俾你嘅。咁呢度總共係200蚊咧，有埋散紙。屋企比較細少少啦，係咁咧。呢度將會係你嘅瞓嘅地方啦。廁所咧就會。Brandon 了解咗嚟緊呢幾日住嘅環境之後，都好想知道低學歷年青人揾到咩類型嘅工。我而家就去緊呢個長沙灣嘅政府合署啦，嘗試睇下啲年青人喺度揾工嗰個情況係點樣樣。大部分即係可能你講緊8、9千蚊人工咧，都其實都要呢個中五咯，至少一定要有良好粵語啊、普通話啊、英文啊。中五以下啲工作通常都係嗰啲清潔啊，或者嗰啲勞動性好高嘅工作咯。讀過下書咁樣都希望有份好少少嘅工作，揾食艱難啊。Sales 兼職3蚊 per hour， 9個鐘咁樣。咁你工作嘅經驗係有啲乜嘢啊？冇做過 sales， 我都希望可以做一啲多啲對人嘅工作咁樣啊，即係可以多啲大家面對面有啲交流嘅工作咁樣。我其實都幾中意同人講嘢啊咁樣。OK，咁如果有消息，我哋會盡快1個禮拜到電話聯絡翻。好，唔該晒。大部分工作都話要1年經驗、2年經驗，咁又好奇怪啦。咁樣你啱啱出嚟，邊有咁多經驗咧？其實。Brandon 見工失敗，攝製隊就安排一份只需要低學歷嘅工俾佢。大碼 OK 啊，係嘛？ OK 最大嚟㗎啦已經。新口對出20下，20下。有啲似彈仗喺度。即係啲 order 好快咁樣。快嘅時間咧，大約係半個鐘，喺6.4度啦，就翻嚟嘅。得，冇問題。為咗揾食咯，係啊。咁但係我覺得，如果揾到啲係
你有啲興趣嘅工作做，我覺得係會做得開心啲咯。咁我相信好多年輕人可能做啲工作可能會有得升嘅，即係你做1年、2年、3年，但係你不停做緊嗰個期間，我覺得睇唔到個終點。你好似一部機器中間嗰個齒輪咁轉，你都睇唔到究竟你係去緊咩方向，究竟有冇前途，真係唔知。單幫手換一換㗎。兩邊都唔得嘅。搞掂 ，thank you。阿文，你做呢份工幾耐啊5月到而家。 5月到而家，嗰個幾多歲？幾耐？21、2歲。今年18歲。18歲啊！厲害。問過好多嗰啲員工，呢個職業嘅流動性好高㗎，即係啲人你一嚟出咁啊轉咗，咁啊又換嗰班人咁樣。我認為每一個年青人做每一份工咧，都係希望向上嘅，冇人希望停留喺一個階級太耐。我自己都有一個80後，唔係太好聽嘅名詞咁樣。咁啊，主要都係話我哋冇耐性啊，可能貪新鮮啊，冇恒心啊咁樣。咁同以前咧，即係我哋可能我哋爹哋媽咪嗰個年代咧，嗰通常做一行咧就做死一世㗎啦嘛，係咪？但係呢個時代就唔係講緊呢樣嘢啦。年青人係中意去揾一啲新嘢先，佢哋覺得轉行會唔會一個機會咧？我走先啦。係啊，拜拜，聽日見。點解今日唔燒嘢嘅？冇錢啦，冇錢啦。我諗 miss 咗應該，咁啊似乎咧就要去旺角啦。試下搭地鐵啦。哇，要5蚊，都幾財困嘅都。好多人返工去揾錢，其實都係為咗每日嘅開支。揾完開支之後，其實已經冇能力去做任何嘢，根本都儲唔到錢。我覺得其實真係，即係都幾悲哀啊！周公萬歲啊！ Brandon 今日3點鐘返工，不過佢約咗阿坤9點鐘一齊食早餐，點知？琴晚返到嚟都 OK 攰嘅，瞓到死咗喎。阿坤啊，你而家喺邊度食嘢？喺度煮個公仔麵食啊！好，係啊，咁就慳翻啲，係啊。要啊，好窮啊！我好窮啊！阿坤讀緊副學士，令佢最傷腦筋嘅唔係功課，而係學費貴。尋晚去考試，令到我入到市場最唔想見到嘅唔係份試卷咯，係一去到埋去自己個位度，係見到學費單咯。即係2年其實9萬。我尋日份工作係做6日，咁都係得個千鬆啲蚊，係啊，仲扣埋車費咁樣，其實都未必俾到學費喎。讀得副學士其實都想讀大學㗎啦，咁但係咪有咁嘅機會讀到上去，其實又唔係咁多咯。3點幾返工，11、2點已經放工，邊有機會讀書嘅真係？係啊，可能都想向上嘅，但係根本可能有啲嘢框住咗，冇咁嘅機會。講緊係月入只不過係5、6千蚊嘅一個年青人，其實要攞去萬幾蚊去報兩個課程，對佢嚟講咧係好吃力嘅。咁其實會唔會我哋有啲方法，政府有啲政策可以幫下呢啲低學歷在職嘅年青人去進修呢？其實好肚餓，整硬上啊，唔係點啊？我工作表現上算 OK 啊！我都想。阿 B B 姐，近唔近我休息一陣間啊？好快，真係有少少唔係好舒服。
好意思，我又要去洗手間。我捱到嘅，如果我休息一陣就得㗎啦。